樓板施工圖模塊，可完成各層結構平面施工圖的設計，包括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樓板計算和板配根設計。屏幕上方的主要菜單包括通用編輯、計算參數、繪新圖、打開舊圖、數據編輯、樓板計算。計算結果顯示，鋼筋繪製、鋼筋的編輯修改、鋼筋量統計等幾部分。可通過樓層的下拉坑選擇任意一層，繪製它的結構平面圖。每一個自然層繪製在一張圖紙上，存放在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，也可以點擊批量出圖菜單，一次性的完成所有自然層的板施工圖繪製。樓板計算參數菜單共有5個選項：配根計算參數、鋼筋級配表、繪圖參數、無梁樓蓋參數以及擴展設置。繪新圖菜單。如果該層沒有實行過或結構平面施工圖的操作，程序直接畫出該層的平面模板圖。如果原來已經對該層執行過或施工圖的操作，當前工作目錄下已經有當前層的平面施工圖，則執行繪新圖菜單後，程序給出提示。其中第一項是指將耐力計算結果、已經佈置過的鋼筋以及修改過的邊界條件等全部刪除，當前層需要重新生成邊界條件，耐力需要重新計算。第二項可以保留耐力計算結果以及所生成的邊界條件，僅僅將已佈置的鋼筋施工圖刪除，重新佈置鋼筋。第三項只僅保留用戶交互修改的邊界條件，計算結果及配根等全部刪除，圖面重繪。需要重新進行耐力計算，用戶可根據需要選擇是否保留相關信息，重新繪圖。點取計算菜單即進入樓板計算和設計，包括樓板的耐力計算、配根計算和選根、配根的過程。這是或樓板施工圖必須要做的操作。完成計算之後，程序自動進入到樓板計算結果狀態。原來的平面模板圖變成了平面計算簡圖，量以單線圖顯示。通過右側的列表，可以查看樓板的耐力、裂縫、撓度等等計算結果。樓板計算完成之後，可以在平面圖上畫出樓板的鋼筋。樓板集中標注，這幾個菜單用於設置樓板的板底鋼筋。點取自動標注。圖面上可以繪出板底鋼筋、支座原位鋼筋。這幾個菜單用於繪製板頂鋼筋及樓板的支座鋼筋。點取自動佈置。圖上可繪出梁的支座鋼筋。4層鋼筋菜單可以用於控制顯示和編輯鋼筋，例如僅顯示 X 向底筋、僅顯示 Y 向底筋、僅顯示 X 向頂筋，也可以 X 向的頂底筋同時顯示，或者所有鋼筋全部顯示。點擊鋼筋統計菜單，即可統計本層板或者全樓板的鋼筋用量。同樣程序還提供 Excel 的結果。生成的統計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，還可以繪製鋼筋表。以上就是採用營建科香港版本繪製板施工圖的基本操作流程了。